看，我也做得到。出版社小樹苗。石仔不喜歡上體育課，因為自覺跑步不夠快，跳遠不夠遠，踢波也經常跣在地上，連蝸牛也比我快。有一天，佩兒老師教授跨欄技巧，石仔怎麼跨也跨不過。哎呀，哦！老師在選拔同學參加下月的運動會時，石仔再一次不被揀選參加比賽。小龍瘋瘋加加，石仔漸漸失去信心，經常用各種藉口逃避上體育課。肚子很痛很痛，我的腳超痛啊！哎呀，我的頭很暈啊！其實當同學們開心上體育課時，石仔就會躲在樹下偷偷哭起來。同學峰峰和小龍看見石仔不開心，上前問候石仔，並知道石仔因為不懂跨欄而不開心。我運動不好，但也沒有成功過。峰峰決定幫助石仔克服跨欄嘅恐懼。讓我來幫你吧。放學後，峰峰慢慢教導石仔跨欄，並分拆每個動作以作指導。伸展練習、抬腿練習、跨欄練習，好難哦！石仔加油！每當石仔做到一小步，他們便會同聲鼓勵。石仔你真棒，成功了，你做到了啦！在朋輩的鼓勵下，石仔終於在運動場上重拾自信，再也不逃避上體育課了。自信心係一個人評價自己能否成功嘅重要因素。我有能力嗎？我喜歡自己嗎？我受歡迎嗎？自大嘅人只看到自己美好同埋他人的不足，自卑嘅人只睇到自己不足同埋他人的美好。我總是不夠別人好，我是最棒的。然而有自信嘅人卻能夠看到自己同埋他人嘅美好與不足，懂得欣賞美好同埋接納不足，相信努力向前便有進步。不足嘅地方有咩呢？運動比較弱，跳舞比較弱。值得學習嘅地方係努力堅持，愛護家人和朋友，係一個開心果啊！失敗和挫折在成長中無可避免，如果能夠喺失敗同埋挫折中學懂接納自己，失敗亦可以鼓勵自己，我也做得到，這樣對孩子建立自信很有幫助。失敗了就再嘗試，我能做得到。像峰峰和小龍看到石仔運動不佳，非但沒有取笑他和責備他，反而上前問候和幫助。他們信任石仔嘅能力同埋潛能，只需要提供度身訂造嘅改善方法，石仔就可以成功。我們來幫你吧，我們相信你。有了他們這份接納和信任，石仔學懂接納自己的不足，信任自己嘅能力，知道失敗也可以，所以他才能勇敢面對困難，繼續向前。我要再試一次。同時，峰峰和小龍輔助石仔克服困難，為石仔提供有效嘅方法。他們將石仔嘅能力同埋目標相差嘅距離分成多個階段，教導石仔一步一步地進步上去。石仔每做到一小步時，就給予鼓勵，加油，得好！這個方法把孩子心中預想嘅困難減低了。當石仔每完成一項新技能同埋克服難題迎難而上，就感覺到自身具備進步嘅潛能，這樣石仔更容易獲得成功感，建立我也做得到嘅信心，推動佢哋能夠積極去克服困難，不再逃避問題。